参加比赛有特别请教谁要怎么做菜吗？打电话回去问一下妈妈，你可能已经在摇头了，还不让你搞哎。那还是跟他讲先转台好。那好转台了。玉米笋是家中的吗？哎，冇，买了哈。对啊，我想说看20根来只烫了2根，这些都要想清楚，因为回去你的学生会看的。然后然后大家就跟我去看，还搞熟就好。平常时间就某都不敢煮出来，好嘎菜有时候感觉其实煮的很不错啊，哈，不会卡吧？你那个cheese是跟我们师傅借的吗？难怪而且少2地气。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行家現場所有嘅好朋友，大家好，兩位民族。今日呢到節目當中哦，當歡喜，因為人哋過一擺來到高雄嘅素菜，高雄睇下都啲得清熱情。喺背後呢有一個金師傅，都帶金門人嘅鹹水炸，也得嘅料理功夫係用版呢，等下馬上就來看啦。我馬上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尊炳師傅。大家好，我是師傅。今日下來分享到嘅係阿玉涵師傅。大家好，我係玉涵。好，馬上來分享到嘅係鳳翠嘅鹹水炸。呢鳳翠鹹水炸呢係2個表姊妹哦，分享到劉桂珍、老范子忠，歡迎。大家好。哇，講什麼嘅？今日喺 TPL 做嘅法式嘅 dress code 嗬。哎呦，代表迄個美濃嘅客人，美濃嘅客家人。好，過來分享到南區嘅呢，自己做樣嘅向表姊妹分享到嘅係佩如客家軍容，歡迎。大家好。四個都係來自做樣嘅講什麼嘅？因為門看那鳳翠兩位姐姐哦，都有嘅做樣要推薦嘛嘅好教好食好料嘅嘛。養生植物園，啊，地背吼，幾多安尼呢調嘅有拍掉工吼，啊有安尼呢安尼好料啦吼，哎，10個種嘅調嘅，攏會比過嚟安尼是南部多東啊，加冬樹啊，無相同嘅你植物，啊就10個種已經幾多。啊，所以地背吼環境吼都唔會差，啊，所以這是條大家不多年佢都認同。我們看下南區啊，豆邊也都推薦嘛個好教好食好料嘅嘛。好，今日我哋燒嘅係做樣嘅蓮池湯，嗰片係做樣佢最大嘅湖泊，韓國沒有20人間嘅廟哦。可能還有辦過國際嘅天然三項嘅比賽，還有哦，佢呢隻當有名嘅呢隻。建築很多龍虎塔、龍虎塔，蠻多蓮池塘就看得到。有鴨絲那個萬年祭，對，每一年都有，每年都有萬年祭，青島飲哦。你們這樣講的，好像趕快可以出發來。好啦，花妹講完到，馬上出來進行踢館嘅挑戰。料理大屌絲，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面呢？一家之主，跳下來大屌絲咯！呢度係料理大屌絲嘅時間，到底國家會拿出乜嘅本地來表呢？我哋呢頭帶來秘密武器係乜嘅？甜酒釀，甜酒釀，你係自家做嘅嗎？自家做嘅，自家做嘅。今日帶來呢甜酒釀，做乜嘅料理？酒釀紅燒魚片，為咗做呢魚嘅部分，用滷魚。哦，你係做球當做呢種。三文魚。所以你要做3張嘢，今日帶出來比賽。好，樣準備好了嗎？準備好啊！有信心嗎？有。好，加油啦！加油加油！南區咧？哦，那南區帶來秘密武器係乜嘅呢？黃梨醬。哦，黃梨醬，哎呦，見佢黃梨醬嗬，很精透哦。自家做嘅嗎？阿婆做嘅。那你呢？阿婆做嘅呢？阿婆。哎呦，阿妹啊，貴雄。有皮豆熊咪。安尼，有個秘密武器，做乜嘅料理咧？呀，唔想分離。哎呀，為你們的默契掌聲。哦，等下要看下先嗬，做嘅料理好食唔好食，有信心嘛？
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现场马上开始倒算，3、2、1，抢开始。好，开始，现在开始了哈。开始做了。发现玉涵姐的客家话整个进步很多哎。冇啦，一凤梨浆俺不开有做咩？俺个底啊，真人懂挑讲哎。嘿呀，对，很精透。动酱，好动变色。好，不然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好咯，好。也今日咧，听下讲系用鲈鱼，当皮呢哈，有2条都了系嘛？全部鱼的骨头全部去，安尼去骨。哇，平常时会看下做料理吗？有哦有。我看遐个酒酿迄只家做的系嘛？酒酿去家做的错。本身就都撒起你都煮饭嘛，也系样的咧。这都录卡煮本录卡意思啦。家庭式。这鲈鱼片好厚哦。咸的动态木的鲈诶，应该是海鲈鱼哦。对。海鲈鱼。天哪，应该当过系嘛？改东西啊。用有鲈鱼食盐，用食盐，种甜酒酿有先腌过了。2个就是把它搭配，把它不一节呢哈，节是把它擦，哈，等于等下哈用安尼咧红烧，安尼。我冇吃过安样的料理耶。我可能酒酿哦，去下去面做在本该肉质会软化。其实本来是冻软的啦，那个用酒酿个酵素下也可能去很好嫩啊。这家做的吼，无南油的安尼咧丰富之济啦吼，这家做的个食材。哇，这真的我还没吃看过按皮耶。对呀。对啊。对啊，因为伊看到那讲，遐以前的动态梅的，卤上头咧牛又暗喷。对。好，我们你先过去海带做个。好。停去做哈，停去做哈，注意啊。2、3年，按有啥会煮菜？平常时有煮吗？其实贵少，不过疫情的时间就提不卡就有煮诶。系啊。今天这道菜叫做也不想分离，到底黑到中嘛改啊？我们也就是雅脸跟雅，就是那个也。那个不想分离的离就是凤梨中跟梨，那个凤梨的梨，取那个对谐音对。呀，都可以切个黑猪肉。切中有时，等下会同雅脸用下炒安尼。很讲起来呀，什么一个冻酱哦，有黄甜椒啊，对啊，有塔色啦、木色、翁色、呛色。今天来参加比赛，有特别请教谁要怎么做菜吗？我打电话回去问一下妈妈。你如果雅脸，做唔得炒太久，太火了去炒，无咯一下就软黑嘞。系啊。不说凤梨酱系妈妈做的吗？阿婆。所以认真哦，所有的食材有搭配野莲细细长长的感觉。但是它辣椒切成那样，我很担心。你要准备个是红喜菇、捞美白菇。你要第一个会洗啊，唔是洗。有水果。有水果嘞。水果嘞。所以到调味个地头切开始做的哈。冇错。切开始好。6、3有冇客家话讲到安好？就以前睇不卡有讲。系啊，妈有搞啦。冇讲买本。不讲你妈，归来就会讲下法，归来就讲天方面讲下法。哇，俺迄题好搞声音咧，就下法欣赏。哇，看得出来，欣赏唔晓得切菜哦。对，不太敢惨不忍睹。老师还是教书比较专业。对。好，我们先过去，等下多做嘛。哇，哎呦，见到样因擦擦哦，还煮。有没有这个肉一定到酒酿的味道？应该是有。有。听下咧，酱料有加嘛个东西。有用调油，还有嘛个酒，个醋糖粉丝，有小啊多啊纯汁，还就好诶。川那个啲菜啊哈，用菜，迄个甜菠菜。甜菠菜，南部比骨头啊，种的菜，甜菠菜。下面他们那个好挑签切的哈，好嫩系咪？係個嫩出米香嘅呢，十個啦，歡迎來當應用嘅，十個。不錯，地下嘅甜菠菜還有都做擺盤嘅，係錯有，做大下盤嘅。但係要切嘅蔥嘅，還有邊度壓係嘅，蔥愛是的，啊，配色啦哈。其實用酒釀來做料理。
大家好，莫吃肉拉都给甜甜，蒙拍卖粥其实是可以的。对，也有因是不？那落去卤个猪肉啊，因为猪肉因啥是不降色，所以佢就会分去软化，会用了就酿啊，去取代个太白粉啊，了就分去软化。应该看意判哦，注意有熟啊，冇熟啊。有味啊，我这了吹同河等下是平爽意思就得了嘛哈。嘿，错，好呀，冻结诶，冻结哦，啊，可能先隔壁好的么？好，加油哦！好，谢谢。进度落后了，老师。真的要开始了。进度落后，要开始炒哎。那这位冇按夹冰哦。嘿，等一下不要这么辣啊。猪肉，嘿，有卤過嘛？有，充滿有卤誒，有卤過嘛嘅，用漂油，韓國嘅胡椒誒，然後一起那個酒，米酒。請問你說你是跟媽媽請教對不對？係啊係啊，媽媽應該都會看啦哈。他可能已經在搖頭了，敢不讓你搞哎？那還是跟他講先轉台啊。轉台了。會啦，其實應該可以有切到出意醬啊。啊，等一下，椰鳳梨醬，哎，馬來西空啊，等一下再不用椰青椒，然後香菇，就不用鳳梨醬。哦，啊，最後再不用雅典，嘿，這個都不會煮嘛？貴少誒。一個人吃老皮嗎？冇，我加誒。你加啊？哎，結婚誒。幾多年吃啊？82。啊。哦，很快耶。等一下，我講到誒，哈，你是誰？你是誰？那你結婚了應該會煮飯吧？冇啊。哎，婆婆也沒有那個特別說一定要煮，好好呀，哎，都婆婆煮，婆婆煮吧，冇啦，冇嗎？就太趕就叫他出去買呀。平常時間就冇都不敢煮出來，有收啦，有收，好嘎才有收，其實煮得很不錯啊，不會差吧？你那個氣勢是跟我們師傅借的嗎？冇，你去搞咩？難怪人家炒兩地氣。對啊。那你結婚了應該會煮飯吧？啊，冇啊。哎，婆婆也沒有那個特別說一定要煮，好好呀。哎，都婆婆煮，婆婆煮吧。冇啦，冇嗎？就太趕就叫他出去買呀。對啊。婆婆下班沒缺啦。所以你等下煮個噶挑醬、鳳梨挑醬個雅典就好誒。係，冇錯。調味嗎？哎，其實椰鳳梨醬有含甜，對，有含甜味，冇再加哎。好，來，好，那我們先去倒數了。好。天草馬上開始倒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出來試試看呐，意外地度哪部卡米西卡真的咯。兩部卡都拿出去家嘅本地來做料理嘅，睇請阿先來試試看呐，鳳吹嘅料理。滷魚哦。牛這邊都懂嫩呢，好好吃，而且完全沒有骨頭。我讓人牛這邊都很甜，又感軟嫩，還不錯，很好吃哎，太小塊了，我等一下還要再吃，好好吃哦。比重後生的，哎呦，比重後真的很好吃，入口即化，鱸魚也很新鮮，對啊，下重本，對，真的冇骨頭，哎呀，冇骨頭貴好食，第一想吹很多嘛，有冇？哦，我家下有條條嘅冇嘅鳳吹嘅姐姐，佢講係甜菠菜。好，大家過來吃吃看那鳳冷吹嘅料理好冇？看看我們君龍呢，老媽媽請教過後，主人用飯啦。這裡都有嘅鳳梨醬，變到地度過後，佢變到有一些鹹酸，當好食咧，當茶飯的感覺。其實煮得很不錯啊，當然哈，唔會差吧？用迄個咧 Q 邊吼，有煮出來，安尼咧鳳梨醬吼，有加入去加分啦。就是好吃嗎？當然咧，不過講真的啦，因為平常時間就冇都不敢煮出來，你剛就看到人切出來，沒切到零落，搞熟就好。有熟啦，有熟，好，好加菜有熟，你炒的米
蜜托，你觉得有没有掌握到妈妈的几分功力？我差不多7分吧，很高分呢。总也还是阿妹做的更好吃啦，阿妹100分呐，上网达标了，传神也咪西啊，真的哦，你要开始后妈妈来数你哦，我也好赚了，人家用都给看哦。好了，今年两组大家都已经吃吃够味，等一下马上就来评分喽。卢师傅抢本分数，耶！Q 师傅抢本分数，哇！好，没关系。啊，真平师傅抢公平。平常其实咧，主要也做食材咧卤的部分，然后去表现到以后啊，又用个甜酒酿下去卤，所以佢会好软化的部分。啊，又现建构又会做个酱料的部分，因为是去咧动鲜甜啊层次以后，啊，你那边好可惜的感觉就，该爆香啊，然后其他配料的。香味好冇按出来，应该做得先用抹油的这些表盖菇类先去把它干炒之后让它的香味啊释放出来一些，长来表那个新香料，哦，长来表盖牛啊甜酱那个会很好喝。有上瘾会做料理，很好，一个蜜托，是烘焙可以，不过雅典炒的速度不够快，因为雅典。已经打趴了，洪翠啊，妈妈的料理又会厉害，这时间掌握的刚刚好，慢慢炖，蜜头做了几好食，对，你洪翠姐姐哦，家就做的真嘅係冇法講啦，10分的好食，没关系，蓝队也可以跟我们学习，好不好？因为他们是妈妈嘛，妈妈会是遗传专一，那来祝福人家家用食，好，也喺體育館令洪翠得到嘅2分，不過剩下來呢，我哋要來請阿斌師傅來上菜了。日出太菜，哇！又到係盧師傅來表現料理嘅時間呢，先嚟問下盧師傅，今日帶來菜名係乜嘅？今日係做高麗菜卷肉排堡。哦，高麗菜卷肉排堡。肉排。嘿，肉排堡叫漢堡這樣子。好。但是重點係，因為你今日度新竹來，所以應該大家新竹長有嘅，然後按到水潤餅，你下新竹春。春街一件又來做的，件都做，是係春信都是一件都來做的。天哪！你講那道味嘅長風沒有嘅嗎？佢係到後華嘅空軍基地開啦。哦天哪！第四一條紅，其實佢本來係一間雜貨店，其實雜貨店啲位喺做，本來有3件啦，而家春信就是春一件，春嚟到呢啲係東西全部是佢街度做出來。哦，故說姐姐呀，全台灣全都嘢都賣啊，很珍貴啊。但係你先幫大家。等下做咧試食啊，皮下味道，其實因為只淡淡的肉桂香啦，肉桂香，可以吃哦，還有咧，來吃，你帶落嚟高麗菜卷，自家做的嘛，係自家做嘅，好，還有高粱啊，那起司片啊，菜啊，那部分。好，那你等下剩可以做咧肉排堡的馅料的部分。哇！好，有咧高粱。我還是講一句啊，君龍，好好學起來。好，因為接下來哈，黑公用生嘢吧，小朋友一定喜歡吃肉排。啊，蒜頭哈，我來哈，咧準備用細火燜去，差不多煎過一下，不記得好軟。係用火嘅，係。差不多火一下。不用加油。唔使加油。4個姐姐妹妹也都有食過水潤餅嘛，除了佩如新竹人嘛哈，新竹苗栗人也有食過，其他有食過嗎？冇食過。南埔冇哈？冇。啊，南埔有賣一種東西，都不知道御寒人，然後叫打標，你們知道嗎？唔知呢。我媽媽大伯就會講，叫我食打標啊呢。打標嘅嘛咧，或者唔知嘛，有點像是一種大餅。海餅的。海餅啊，也是軍方的吧？對，左營那邊的啦。哦，是哦。哎呀，我冇食過。哦，因為不用用它哦。嘿，你意思到咧高麗菜卷做底本。高麗菜卷唔是先炒過嗎？唔是。我睇啲看呢，我冇看過一個東西呢。你做嚟吃食看啊？你做嚟吃食？個上誒，也軍區左營軍區嘅那個太陽餅。
没老面下去做的饼，杠子头，类似比较有口感。来这边师傅先让大家看一下，有高牛、肉配管、勾葱达都这样。好，一辈子高牛嘛，而且有了酸条米、豆油、葱花，还有最重系咧高丽菜干，高丽菜干的部分，这也是用到调味料，好，胡椒粉，好，调油，那边桶。哦，伊啲汤因为高丽菜干易咸，所以用啲汤。还有一点点的酒，好，还有米酒。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刚才军农配卤，没给牛有咸卤糕，好，有咸卤糕看咪咪啊呢。可是我比较好奇，要玻璃菜馆没讲超过会较香吗？超过会用啊，其实你看你系卤意球咧，你睇卤头都有凉烟咧，所以看个什么都像，还有啲系玉米粉，玉米粉，爆薯粉啊。包秀粉啊！所以大家吃汉堡排的时候，应该没有吃过有肉玻璃菜馆的吧？那就是客家风味了。客家风味，厉害看到。新竹有一个风味是贡丸葱嘛？对。啊，高丽菜馆，南部嘛上同有高丽菜馆，对。乡下做的贡丸。有底味度薄的高丽菜馆嘛？对，蛮好吃，打在丸子里面，那你面都一 QQ 的贡丸啊！那卢师傅，这个是肉排，不过俺做的那是贡丸，用碱，用碱那个咩？用碱的，打到它光光的吗？沾光。哇，这个肉排堡是厚切的哈，厚切。哇，有没有觉得昆师傅粥其实料理没有那么难？系啊，自家做就鬼困难，切菜就有困难。我去报名一下。系啊，那去做师傅的福桑诶。安江的什么诶？做对啦，都对。安资深的什么诶？蛮多的多一点点。所以今日卢师傅做迄较太的，唔要细细啊。伊厚切汉堡。可是按盘的法，我看唔好剪。好冇错，所以好对不对？那黑公南铺没有水润饼的话，可以用什么取代？其实哦，爱感觉到我哋啊水润饼哦，意强啊啲嘅贝果。贝果啊，或是挂包啊，或是个三明治、吐司啊，那生做的馒头没做的。贝果真的可以耶。你上次傾過，跟住水分咪照落去，後尾 B B 寶寶。嚟，師傅看下先，有個安尼做得嘛？好，nhìn下，做得咧，要燒咧就做得咧。師傅，那個是給大家拿紅雷咯。做得啦，做得。拿紅雷哦。好，你們覺得漢堡裡面必加的是什麼？番茄、起司、生菜，所以你做上菜一定要懂的。一定要搶菜，當有脆脆嘅口感，才會冇咁樣。好，還有嗎？口感。大陸妹一定要有大陸妹。大陸妹要放。還有嗎？有那個洋蔥。對，洋蔥一定要。可是有你唔敢吃嘞，那就哪有番茄，對不對？漢堡去番茄去洋蔥，熱炸肉這樣不行。你是要把我們啲切架中意嘅東西所以沒有局限。所以講，因為你唔是上嚟出來，那就是可能好配行東西，好切架中意嘅東西，所以沒有局限。我話那啲變成打開來有토마토，那就不用토마토，還有小黃瓜，那就切掉小黃瓜。可是像我就一定要塗一層那個早餐店的奶油，不是都會在那烤好吐司蛋糕抹一層，對不對？那個很好吃哎，透明的，應該是化學物質，很化學，可是很好吃那一層。碳水化合物。對，你現在是雙 cheese 嗎？雙 cheese。哇，你是覺得我們當中還有誰在要長大？哇，我從來不曾點過這麼大肉排的漢堡。我們可以撕起來，是康乃馨它的原味，夠香哦，對，它會越嚼越香，肉桂香，這有古早的味道，古早米哦，啊，軍容呢？有一些那個肉桂味道，其實很甜甜米又出來哈。如果你把它拔的小塊去炒，像沙拉，或是像個玉米濃湯配嘅，也可以，吐司丁那種。當玉米濃湯這樣子，做麵包用誒。係啊，我啲煎好咧，就放落油皮多，
佮用的玉米，真的哈，炖咖喱菜的米汤。就是不懂用心，还在新竹的铁人。今面个你跳是跳来讲诶，像只讲，我摸落去搅到个冻润式的讲，用粉不用压起来的时候咧，它切到个用的口感。每就汉堡肉上去用机器打，是不是打到面面？打的肉会打的比较烂。我今天是要留口感。哇，双层起司哎，双层起司，咖喱菜，猪肉堡。你讲410可能做得爆几年嘞，热量。最好的那美乃滋吗？美乃滋，增加那个滑口性。讲菜名的时候还有手势，可以再讲一次吗？Tomato 沙沙 hamburger， 有没有看到？我就是第1名。所以你要做 hamburger 会发，要不要我们借你水润饼啊？真的。哇，双层起司双层起司，咖喱菜，猪肉堡。你讲410可能做得爆几年嘞，热量。最好的那美乃滋吗？美乃滋，增加那个滑口性。天则那滑口性，天则係會俾佢粘起來，佢粘着好唔會掉下去。可以加蛋哦，葡萄蛋哈。对，张软蛋哈。对，这个汉堡很像是阿婆做给孙子吃的汉堡。对呀，就是没有成本啊，完全不惜成本，也没有在管孙子会不会胖那样子。我到现在哦，我妈妈如果帮我买衣服，都还会帮我买 L 号。然后他就会说没关系，你还会大。他就说你还会胎，你还会胎啦。讲下伊，等下你切一下鸡巴。你们知道卢师傅给头的补娘就会南普人哦。没有，你黑屏东西龙哦。米龙，怎么这么会选？姓周走谁就是哎。所以又是去你那里上班，你把人家拐走。没。有推。有蛋白质，然后有淀粉，然后植物蛋白质、肉类蛋白质，通通都有，纤维都有。像君荣如果要偏雅嘎牛公，你会煮出来吧？这一道很好上手，你就用贝果就好了。有那鬼气就煮哎。好来。好，你基本嘅咖喱菜骨肉菜煲，按用秋后 C 咯。师傅请用心，要把内容都高雄就拿出来自己新做嘅后面是，对，很用心哎，他真的很贴心。来睇下叫他来吃吃看呐。因为大家可能整个好少许的多，南部了好少许的多了水润饼的部分。对。但人家听下有上过，其实你还有一点点像嗰种麦当劳嘅早餐嘅满福堡嘅皮，蛮像的，有一点点像，蛮像的，除了一個水潤餅本身有越臭越香以外，最主要係地度一個肉排堡。我喺玻璃窗講，它叫切開口感以外，咩先有米湯。你有時候餅有涼煙咧，所以佢嘅米湯凍香。個米絲吼做油多，真蠻好食。第一拜是一個水潤餅哦，睇起來是用版。這個做本。建議呢，這整條做早，做早餐懂營養哈，再加一點番茄也很棒哦，可以，可以更增加它的甜味。番茄啊，莫是在生的瓜，是，聽出來講，你有中意嘅一種口感是做得夾，我係要買嘅是做得夾唔夾。是，所以那買去都新竹的時間，一定會來買一個水潤餅，去新竹的時候給他買回來。師傅，這做在標嘛？做得，其實咧未做得冰冷凍，那冷凍其實冰兩3張也算做得。囡仔下來市場，微波啊，或是那烤箱小個，烤一下變烤嫩咧，做得咧。秦後生，你看，哎呦，切！你是拿了新的盤子來嗎？冇識到，冇啦，人家有識睇咧。以前俺連吃牙漢堡都是比較美式風格，不過牙就貴有客家嘅米絲，貴好吃。哎呀，那個酸黃瓜就是酸咖喱菜。然後那個起司濃油那個餅哈又冇熊桶，又那個水潤餅，那個反而比那個漢堡
juicy 多了，而且比较自然天然，对，嘿啊，好深吼，都那师傅最后牛满嘞，然后最不喜欢吃那个汉堡，不过吼，也个汉堡俺做的。所以兵哥做的汉堡你可以，兵哥这个汉堡你 OK， 也个兵哥的最棒。好呀哈，开始改伊是辣诶，我加头前嘿2-0蓝队，我加油咯！加油哦！马上来进行最杯面馆嘅挑战，八边料理网。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用指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亚冠唔但只係避面試，未愛避創意哦，到底乃嘴真係正經嘅八邊料理王，一家之主，人哋誰來上菜了？你們呢一開始先問太恰了看看啊，到底乜嘅東西變紅嘅過後，以前嘅面然後就變綠了，有嗎？大家覺得？有沒有紅了？紅了都變綠，臉就綠了。眼滴，什麼？令狗。哦，令狗變紅哎，哦，有類似的概念，但是這個東西呢，其實因為對於牆色轉做紅色，那也是這種跟剛才講的令狗是一樣的概念。有可以還係馬街哦，tomato，而且可能想嘅地方都帶tomato算係強菜，也係算果子。哦，其實佢品種多多，像因為那種台的，用的台大番茄、牛番茄那種。其實從頭啱啲春的那類做出好多，你會變到全個蔬果類好多，嗰個tomato炒卵啊，那啲專為那類做料理，好唔會單搶那類食。地質嘅部分吼，嗰個是係那類做水果類食，因為台chất嘅部分嘅甜度啊，那啲好少啦。所以啱啲專為攞嚟做料理。地質嘅部分是這樣，聖女番茄啊、玉女番茄那啲，一直會好甜，所以做得細細嘅直接按像做水果類食。哦，原來係咁嘅。好，啊，唔過tomato你會變化乜嘅料理咧？可以做優格，或者是冰沙，冰沙可以耶，可以哈，黏黏，拿給打做瓊下，綿啊呢，然後再把冰塊很多，那調米糕，一把蜂蜜。好哎，好嘛，而且加那個梅子粉是。那師傅你會做乜嘅咧？其實用番茄上去很意式料理一衝出現，一個人做醬料，冇事做個一切，用一切番茄，一切起司，還有焗烤。焗烤很棒，不管是焗烤啊，還是做冰沙，就做懂針的。你咋係講呢？最老給挖空了之後，你都不用用鹽咯，一整也可以，就是變成番茄鐘的概念，馬上也可以了。好，希望今天參水站發揮下嘅創意，看一下都帶tomato做變化嘛料理，馬上就來進行最杯面一館嘅挑戰。觀眾朋友，你有想好冇？用下tomato，你做得變出乜嘅料理呢？風吹，你到準備好了嗎？準備好誒。哦，那你今日帶來的菜色按照乜嘅名？鮮蝦酪梨番茄鐘。鮮蝦酪梨番茄鐘，都是我愛的誒。好，姐姐準備好了嗎？準備好誒。有信心嗎？有，加油哦！加油啊！蘭區講什麼？今日做乜嘅料理咧？Tomato 沙沙 hamburger，按國際化的菜名哦。Tomato 沙沙 hamburger，按你今日的料理有信心嗎？有。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現場馬上開始倒算。3、2、1，搶開始。開始咯，開始咯。Tomato 變料理哦，其實，我覺得要發揮創意嘅部分就較難變配角好多嘞，那個炒牛啊，什麼專門變配角。對，可能你有等下用辦表演哦。你要看一下，對。哇，剛等一下做那個鐘啊，哈，你還要用 tomato 做鐘，還是酪梨嘞？用 tomato，嗰度還有乜嘅？酪梨，酪梨切丁哈，那個小黃瓜，對。啊，這個也切丁，切丁，一個下公，嗰頭長英還有一碗嘅係乜嘅？
tomato 酱吗？tomato 酱，tomato 酱，嘿，挑到该沙拉，调均匀，嘿，做沙拉，这个老少都嫌疑啦。哦，准备什么？爱吃啦，爱吃哈。等于呢，看到按那位颜色就会想要食指上动。夏天都是很哦，真的到南部好像都是夏天，四季如夏。对，尤其肉梨哈，对身体都是蛮好的食材，它的营养非常丰富，饱足感也够。对，我超爱油脂也好，我有听说。肉梨是真的很好的食材。可是你等下啊，不用落去 tomato 底度 tomato 够整嘛？是，按个全部都是可以生吃的沙拉，就是那个肉梨也可以生吃啊。对，看起来不会太难，但有创意哈。这个等下够都正了。好，你们先做一下。加油啊！加油！哇，不会吧？又在腌肉了，又在腌肉。我们佩鲁啊，其實很美麗新中年。你看而家有冇到南部發展呢？哦，我哋讀書啊。讀乜嘅？讀嘅高雄師範大學嘅客家文化研究所。哦，很有心。弟妹嘿，妹嘿，哦，學姐，我算叫學姐咧。又是表姐妹，又是學姐。係哦。伊咧聽下伊咧講話，從伊嚟做咧係沙沙醬嘅嘛。係，蒙超沙沙醬。對，用腿嘅動作。你們剛才在講菜名的時候，還有手勢，可以再講一次嗎？Tomato 沙沙 hamburger。有沒有看到？我就是第一名。原地出道了，所以你要做 hamburger 會發，要不要我們借你水潤餅啊？對了，那你等下就用 tomato 變做漢堡的那個夾餡就對了。可是這樣會爆漿哈，會爆漿。我們等一下再試看會不會爆漿。對。等一下長期啊。好，等一下。創意料理，這些都要想清楚，因為回去你的學生會看的。對，我會。然後挨後生就講是看喺教書就好。好，一就做一台，大家都進來哈。好。以下我嚟做醬啦，哈，嘿，咁你一般嘅呢番茄把安尼呢肉全部醃出來嘛，哈，很漂亮啦，嘿，沙拉醬，哇，這個醬感覺超很營養哎，對，養生，還有檸檬，小黃瓜嘛，還有玉米筍，加一點腿膏，大家要注意啦。嘿，肉梨是我們家的，你現在有在賣嗎？有在賣嗎？他都包給農會，對，交給農會吃看看，真的好吃。那師傅也要。現在冬天好，他們家種的哦，對，很棒哦。來，師傅，過來哦。我先生最喜歡吃肉梨啦，肉梨超營養的，對，鐵腿版，一年四季都有。可以。那要稱讚一下你那肉梨，你還是講哈，不大吃肉梨，這個好吃嗎？好吃，沒有那個味道，那個油脂吃起來就想下一次還要吃。對，這個玉米筍這個中的嗎？買啦，對啊，我想說你帶了20根來，只燙了2根。肉梨是我們家的，吃看看，真的好吃。那師傅也要。現在冬天好，他們家種的哦，對，很棒哦。來，師傅，過來哦。我先生最喜歡吃肉梨啦，肉梨超營養的，對，鐵腿版，一年四季都有。那要稱讚一下你那肉梨，你還是講哈。不大吃肉梨，這個好吃嗎？好吃，沒有那個味道，那個油脂吃起來就想下一次還要吃。對，椰種的一個品種有關係，對，可能季節也有關係。這個品種是秋殼，秋殼，對。那這個為什麼沒有蝦？有，我們等一下，這裡面的我們已經剁碎了，等一下我們就還放一顆。
所以玉米笋没有在里面呢。有，玉米笋再加在里面的。哎，这玉米笋这个种的吗？哎，冇，买啦。对啊，我想说你带20根来，只烫了2根。好啦，他们这里我们这差不多哎，蚕豆类啊，蚕豆。等一下哦，我们先准备得奖感言。得了2分了。哦，是哈。对啊，好，我加油。想想看奖金要怎么用。好，等一下好，谢谢。哎呦。哦，哎，你们的酱感觉很棒哎。对，我们是莎莎，切都懂 U 哎。刀工有进步的感觉。有，我刚刚有偷看师傅切。你那个cheese是跟我们师傅借的吗？你干嘛？难怪我听啊，少量地气。耳朵也个猪肉的香味咯，有烤肉味。对呀，可以用哦。这还有用嘛个新香料啊，用个什么暗酱啊？真嘅好，就跳油啊，韩国胡椒粉，韩国。黑胡椒粒，黑胡椒粒，没错。好，依然用一点节后 ，OK， 切掉了。我要看你怎么包。好，欢迎嗨。哎，还有含油哎，含油大概这道料理还蛮英雄出来诶。算俺哋乡下上诶 ，hamburger， 加几多东西啊？哎呀，有培根啊，又有这个腌的肉啊。这些是不是都你们自己喜欢吃的？就高热量。一听哎，我刚有加呀，抢推啦，就有看养生的。佩如刚有说啊，你一定要加生菜。哎呀，大概是双层猪肉吧。真的。好，你要怎么包呢？吹来8号都可以骗。你用就做对，cheese， 哎，记得了，cheese，对，帮我拆一个 cheese。按你扣年会绑下来哟，会太多，食材会绑下来。对呀，因为基地不够稳。上好了呀。如果真的不够稳，好像在那个他们会再加1根竹签就没事了。对，我们有带那个，都得了。对，这个你看按太快。对呀，这个就不开，这个不开你要是嘞，要再加一点菜。还是这样就可以了。好啊，哇，那个小小的，哎，很漂亮啊！它上面刚好一个盖子，有没有？可以啊，演，那再拧一下。你就按扭机就走，我们就先去倒数了。好，没问题。现场马上开始倒数，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出来吃看那最杯面一罐，用头马豆编出来料理，来煮较沾掉咯。头马豆可以了是一个配角的这个蔬菜水果，都在给这边都真传，而且甚至变成创意料理吗？用煮可以了都做到哎！哎，你先来吃看那风吹的料理，好 juicy， 会爆浆哎！而且底肚给揉的美乃滋之外，给含揉的 tomato 酱，所以它这个是 double tomato 的概念。我打算给个弄里哦，让它整个又更滑顺起来。那感觉讲的哈，哎，美乃滋可以加减都可以，这随你那口感。这样的天气来吃这个最适合。是，是，哎，尤其小朋友会最喜欢。对，小朋友吃起来就因为小朋友很挑食。米头非常好吃，因为我加些时间，我做嘛，我正好是有些黑豆，做嘛呢？佢哋要嘅酱汁有冇？我下去就流下來。哇，根本就是西餐厅的水准，然后有按你料理呀，对，很好吃。你看俺妹 Q 用是在强强力力啊，你的 pose 很抢镜头，还有 tomato 就椰那个汁归多，就归 juicy 归好吃，然后要下工归太炸，高成本啊，打比起来就归好吃，很清爽啊。哎呀，妈妈的料理啦，唔讲颜色啦。好，3号了，吃看那你朗出一个料理来吃吃看喽。试试看。哇，这个也是一样。这一轮呢，懂清爽解腻哦。因为底肚楼店要给培根，还有这个烤肉都要。可是楼店一层头马豆会发，这一轮就懂清爽啊呢。很清爽，
夏天来吃非常的可口。当然好食，虽然当公平，两片都香香哩哩，有抢镜头了，对呀，真的很捧场。对呀，因为俺好食嘅生菜，哦对，所以俺俩头料理，俺就贴配有加生菜落去，就加一个清脆的口感。那北起来应该没好食，就是有牛尾有抢出来，然后俺那个牛尾有2种，培根又有些猪牛，然后加也沙沙酱也是走清爽路线。对啊，因为甜的时间是玫瑰好吃啊。看起来呢，头马豆做的主要的变化，两组都表现到师傅的本太起嘅经验。不过上下来就看一下师傅用的评分咯。紧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诶，先来抢阿炳师傅抢半分数。哇，蓝队获得1分，惊呆了，惊呆了！上下来抢你的阿勇含师傅抢半分数。耶！好，决胜出胜负咯。阿炳师傅先来指教一下。哦，这些两边哦，大家头马豆春有一家的风格，伊的洛梨的部分哦，搭配以后做的用介类似橄榄油啊，那就莫饼咧美乃滋是很好做的凸显介洛梨搭配咧配角的部分。蓝队的部分哦，咱感觉是伊介加粉的东西是到基的介培根，老介牛的部分。因为牛阿姨是这样，伊个香味就会来出来，还有一配配合顺天的那种沙沙酱，所以对下会综合呀味道，是那个冻豆的那层次，所以咧用来分蓝队咧道。好，上来抢你求师傅抢贡品，蓝区丰富性龟头，不过吼在就口上方便性。可能考虑一下，不过伊的创意龟好，红区呢，它那个润口性，层次度会龟好，因为洛梨哈，因为你唔敢是椰米头哈，你是不是想给他买了？我要直接去果园采果，产地到餐桌，对啊，难得吃到你不会怕的洛梨。对，因为那个洛梨冬天它是油脂最丰盛的时候，推广大家来吃，因为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然后融在这个番茄底部吼，后是又滑口，对。一下两组嘅成绩都已经出来耶，马上出来颁奖嘞！耶！比赛成绩已经出来，两组凤翠得到3分，蓝翠得到1分。先来恭喜凤翠得到3000年的假菜金，蓝翠得到意大利金球的玫瑰金垂纹不粘锅具组。哇！一个、2个、3个，一整大箱哎！预约你们明年来哦。好，没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凤翠姐姐第一摆参加就得到第1名呢，好高兴！感谢哈，客家天使团一家之主啦哈，本来有一个机会，个有一个见识了。天使团，太客气了，好高哦，好高哦，好高呢哦，好玩，好玩，下一次要再一起来哦。是，好会。佩如是我们今天效果担当，给你抢特休来的，哇，谢谢你。那你都够凶了，长绕墙对，真的。那你今天拿了这个锅具组回去，你要给大家答应什么事情呢？我表喏给别当我用没？答应我好不好？不要吊起来，真的不要吊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好，我老弟。M 来摔，不是，你就去煮菜，要练习哦。好，俺哋平常真嘅冇睇煮饭，大家都看得出来啦。对，不过要不然就来到鸦片头，俺哋嘅厨师，专业嘅厨师，喊我两个阿仔就好嘅几多。会加油，明年再过来比。多谢。今天真嘅师傅咧，欢喜不管系我们。资深的妈妈做出来妈妈的好面试，也係你後生研發自家嘅創意，兩組都表現到十分厲害。故所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發揮人嘅創意，行個天呢點呢，唔好上眼到嘅，積極報名來參加，一家之主等你共下來分享不卡嘅好面試，下禮拜再見，拜拜。